15岁，哪里不舒服来的？是预期综合症，就是心律失常。啥时候查出来的？前天晚上。前天晚上查出来的。对。看看监护。自己有什么感觉吧？就是有时候会胸闷头晕，没其他症状了。自己在上学不了？上学，是跟同学吵了架，然后太激动了嘛，然后去进医院了。被气进医院了是吧？对，跟吵架了。这之前没有出现过胸闷、出气不行。有。最早一次什么时候？小学就开始有。小学就有了。对。一般出现于什么之后呢？活动之后、运动之后、吵架之后、情绪激动之后、熬夜之后。有时候都会有。都会有。对。你家里人呢？然后他们先回去了。啊？对啊，他们等会儿过来，他们出去吃饭去了。你这个就是中饭？对啊，随便吃啊，因为我以为今早上抽血就没。你是亲生的不？没有，开玩笑啊。那你先休息了啊，行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姓曾，我是管床医生，我是小喽啰啊。然后刘教授亲自给你做手术，好吧？好，行，谢谢。